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鹿谷的在野溪护育有成效。这个溪啊是清个真侪鱼啊，加上边啊公园吉野樱长咧大开，规个景有够水。沿着公园内底小路行过去，就当看到吉野樱。这个时阵正咧开花，分别色的花和现场充满浪漫的气氛。品种是染井吉野。 那大概在18年前，我们在经营社区的时候，这个规划，然后把整个柴子溪这边，就种了不同品种的樱花。因为品种无同，花期较晚，尤其今年天气较寒，一直到3月底，拢还会当来赏花。 广兴社区也是我们广兴村的后花园哈，可以来这边看樱花哈，然后可以来白天看樱花，晚上看萤火虫。另外，溪底也有真侪台湾原生种的鱼啊，生态真丰富，介意接近大自然的乡亲会当去行行哩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